来，咱阿公教甲拢会晓啦。是哦。来，我遮来4、5年。是哦。哦，好。啊，你即摆是要转去恁遐要转去隔岸啦。嘛是生生爱嫁啊。对啊，我爱嫁啊。现在老了。伊讲要生囝生3个，无紧转去嫁，要来生有囝。哦，是安尼啊。讲伊要爱生3个，我叫伊生2个就好啊。哦，对。啊，我就甲当做孙仔，无要安怎。嘿啦。对。啊，人是互相的嘛。啊，有咱手相女。嘿，对。对。啊，无可能讲，对。嘿啦。唉。啊，你是住伫倒位My Ama, hari ini cuacanya seperti ini. Cuaca ya 太好，哪有可能有人家戴口罩这样？已经是要开放了。哎呀，没事这样。等车子要等那么久，我们又不会叫车啊。那个用手机的，就不会，以后叫姐姐。但是那个比较贵一点呢，贵30块的，贵30个。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我们在这里都没有什么关系。谁在里面？是我在里面。你在里面，我出来比较不方便。哦。哎呦！阳光公园。阳光公园。在哪里？在哪新店呐？新店阳光公园。哈呀，我叫你走好不好？好啊。这个在东方有一颗，开一颗，它不够营养。在东方，对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前天那个阿妹有给我看，不够漂亮。现在这边车也很多。因为现在是上班的时间了，大家要上班。以后不用吃那么甜了，不要吃。那个阿伯。哪里的阿伯？我们去看眼睛了，有一个阿伯，80几岁了，都还在爬山，爬那个很高的山。他是教练呢，跟阿公82岁。好厉害呀！他就叫我们说味精一定不要吃，味精不要吃，对身体很不好。什么都如果太多不好，如果吃一点点没有关系。盐巴太多也不好，冰糖太多也不好。他都没有到外面吃过，他都自己家里煮饭。哦，这样。他连他的孙子儿子都不会给他们吃那个味精，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妹妹他们常常在吃的那个可乐什么。那以前我们的阿妈也是没有吃啊。珍珠奶茶都不给他们吃这个东西。不好，这样。那个都不好。好厉害啊！这个腿都很不会受伤哎，还爬那个山那么高。但有可能习惯了，从年轻的时候。好厉害，好厉害！他说人一定要运动。运动是最重要。是运动最重要，是吃饭最重要。哪里比较重要？两个都重要啊！要吃饭就是要走啊。这样也吃也运动，好像对了。运动而已不吃饭也不平静，对不对？吃饭而已不运动也好像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有人是做事啊，不一定要运动啊。有人是要做事，上班也累的，对不对？他没有运动。像我们都走不动了。
我这个一件啊。哎，对。我有看到有一个，还有没有看到？在这以前买什么东西？吃饭对的。以前我们买主张是在乌来的，太太，不是不一样的。到那边红绿灯哦，要向右转。加向左转，加，哎，对吧？为什么不要干嘛点这好的？他不要。你看这个车子变这么多，放了涨哦。涨价了。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价不是4钱。月1号就涨了。哦，太太看电视。对，260，我加300，来。谢谢，好。在那边的对。快来，3个。东西都拿走了。哦，这个没有用的，那个也带过去。没有什么用。以前有一柜什么，如果有一定它放，有可能卖掉的。对呀。有哎。有啊，带回来了。30是14个，1、2、3、4。连这个酒都带回来给我们。那只有搬那个，搬这个，啊，搬这个椅子，还搬阿嬷那个床的，可以搬7项而已。哦，1、2、3、4、5、6、7，这个。这个不能搬，今天不能搬。太太问很清楚。问很清楚了啦。是这样的东西也要放红色的袋子，灰色也要放红色袋子。哦，这个好大啊！你看，哦，这个就是这么大啊，它就是要你放红色袋子啊。哦，对呀。对呀，对，你看，哦。之前不放红色袋子，现在放。嗯。这个也放。面。今天你就可以弄给回收车了，回收的车子，我们自己带给回收的车子。哦，如果来的是回收那个，不是给他。哦，是这样哦。枕头。这样太太，都是要放里面。他说是这样，这样是对。对，那你要能弄起来啊。给他编一下。这边等一下他要弄那个过去。这个把紧啦。哈喏，迄个你冷冻啦，哈喏，我时间若有。哦，3月初2好哈，我惊讲吼人去。如果他要来我们家，这样子那么不聪明的啦。花盆啊？不是，这种都是我要拿回去。哦。我拿回去。
这个是好像真的啊，坏掉了。哎，对，两个就不你看这个好大耶，对呀。有一个坏掉，他不带。有人在市场买这个而已，外面这个。现在人家没有照相了。来了啦。是他吗？哦哦哦哦！等一下，一个一个。那没有办法。哇，你遮早？啊，我就先紧来轻轻，互你看啊，会当。啊，即摆要摕出外口去嘛？伊即摆摕外口是啥个，你知影？7项尔。啊！啊，就昨有甲讲啊，就是吼，伊甲咱安排就是，我即摆甲报吼，碰伊一个，吼，啊，你则要甲咱载，碰伊还要甲伊凌晨完出做规，吼，拢去凌晨，碰，直接碰啊。啊，这嘛要调的啊？啊，这等下你就爱，后礼拜时才有法度啊啦。哪会无？你即摆你遮几项？哦，是这，拢内底你即马牵外口，内底啥？哦，我外口内底青花素。Nah, caranya semua dimasukin kresek merah ya. 是啊，罗汉，放一去啊。哦，安尼会哦。哦，伊甲你限制7项啊。哦，安尼会哦。对咱诚好啊啦，安尼就大互咱7项啊。对，啊，佫叫我若这款回收就爱用。不过阮遐咧等的时阵啊，阮用乌茶啊嘛无要紧。对啊，啊伊就甲我讲爱用红茶啊。Ini tuh foto-foto kayak gini dibuangin semua. Nah, kita itu berangkat jam 8 ya, sekarang jam 9 lebih. Nah, ini dulu foto Ama wes sepuh didandanin pernikahan kayak gitu, teman-teman. Cantik banget. Ủa rồi. 老板娘都没有讲啊，没有打电话跟我讲说不是放前面，他现在放后面去很远的，我没有带车呢。哦，实在是哦，要讲嘛，说不是放那边，我才可以看开车过来什么。对。要放到前面去很远的呢。哦，我也不知道，老板。对呀，也没讲。他也没有给我讲。你说啊，伊迄我早就甲你顶讲好啊啦。啊，伊讲，伊唔知影，啊，即摆。啊，你去借我车无？你唔爱甲讲，你即摆这更真，你即摆我无搭车，我想唔听呢。要问看卖啊。喂，一、二、三，先留下。1、2、3、6、7、8、9、10。出来了，你免惊遐有诶，无啥好惊，本来就伊就唔对，你爱甲讲哦，你现在搬很远。你就先弄出去那个，要看看有没有车子。啊，现在是借车了，这个相片还要拿起来？没有。没有，它丢掉啊。
对呀。哎呀，叫你我们还不够那个红袋子，老板。啊，还要卖红袋子。他没有袋子啊？对呀，没有啊，卖1包而已啊。他说下个礼拜。这边的不要了吗？对呀。那不管他了，那个人家他们会收了。没有啦，我要这个。这个拿到这边来。啊。这个灯要搬走了。连那个相片不要的全部拿过来。没关系，先放这里，然后先来弄桶就知道。放哪步咯？对，这样出来我们要放才好放。他要掉一个钱。掉一个钱。10块钱。没拿钱，给钱。这个里面一定有钱的，还是弄错？哎呀，我那大哥那个。Nah, aku baru tahu ya. Ternyata ini dalamnya banyak banget barang. Dan nggak pernah kepake. Kotor banget.好重，这个可以回收，回收没有人要。给他们带去。台湾店带一下，要不只要台湾店嘛？有啊。带几个？这家里的睡觉变成了。衣服这个橱子还有这个，好。对。还有多少东西？这里面全部。全部要丢掉。全部都要丢掉。对。我看一下大概有多少东西。助理很好。那你不会常常在办公室啊？我们只有事跟他电话联络一下。我看那天的那个啊，你同乡不是在上来吗？刘上有没有相信？听我的话一下，这个是过世的人的，如果送过世了吗？不是阿妈是过世了，阿妈的尿布送给人家，这样要吗？台湾要吗？要吧。哦，他要，他不怕死吗？印尼就不要了哈。有人说快都走掉，台湾有没有相信？现在穷的人都没有这样想了。没有相信。是谁呀？这个女的是谁？姑的女儿吗？不是啦，这个搬东西的老板帮忙这个了，也留上要不要？这个阿妈自己做，阿妈自己做了。就阿妈自己做的呀。对呀。留下来呀，你也会拿回去呀。翻过来了看。这样了。这个做好辛苦。要会留下来就洗洗很干净啊。要不要做什么？你留起来。哦，我讲你了。那个六想要。没有人要。我再跟你妈妈吃，就把老姐的要。哎呦，你拢叫我等老啦，哎呦，你妈妈吃呢？吃，点么我嘛转去啊，对不？啊，转去要老吃。啊，你唔知啦，然后挂无失败啦。Diberesin ya, tinggal segini. Diberesin. Wis diberesin, wis tak sapu. Ini juga rusak. 叮当照片照呢。到时候来跟你妈妈有点兄弟啦，没啦，我看这个老房子了，看。变成6岁啊！交吧。刚交的啊。
啊？那个放在里面。对对。查某，我搬厝店咧，甲咱牛熬熬。再造，再造，再造。哎呀，你就免去处理啊。对呀。我们有去的时候也。你即看我拍电话，你叫伊录音，伊要弄录音起来，那会讲无拍。啊，恁人就讲伊这无。啊，即摆你无法袂好。对啊，兄。嘿嘿，啊，即摆说讲伊爱搁卡过来啊，你对哦。哦，拜托。你对哦，到一时啊，互伊无伊个嘛，拜托的，我都是管迄落，跟咱所有样，互伊清洁队一个啦，好无？哦，安尼吼，啊无你叫你甲我，你帮我做煮好的吼。嘿，我已经吼下工人已经搬出去啊。啊，他是跟我说礼拜四的1点钟啦。哦，好，感恩感恩。啊，你即摆你尽量甲我用好无吼？就是伫个。好好好好好，你就听哦，就好个，妈，谢谢。好，感恩感恩啊，感恩感恩，好好好好。哦，袂啦，袂甲你。好，那就没事了。啊，对，好，好好，谢谢啦，袂啦袂啦，伊就讲抓一条，伊讲啊，咱是安尼来，安尼对袂做对啊，真好。无啦，我是查某，叫嘛啰嗦。谢谢啦，啊，放啦。哦。你就听。那个出来睡了睡又出来了，老板。哦。哎呀，他就这样子的。好，谢谢谢谢。放回来，正经把它好了好了好了。手套弄。会使袂？对啊，好。好，来。哦，我想咧行啦，我搬到来，我哪去听咱问？佢執嚟嘅，你舊紙叫人家用嚟教嘅。我發未嘅。我本來想寄金，我喺度無講你裝攏未來，我問呀。安尼好。我就唔健康啦。啊，你若請啊，你講下袂好啦，袂好啦，我因為家己家己我都無，我袂啦，你後尾甲你卡，哎，我家人來不敢用咩咯。謝謝哈。來不能。本來很辛苦了，真的。謝謝老闆。我做公司袂甲你賠安尼，然後無甲你賠。謝謝你啦，謝謝老闆，對啊。我攏愛切菜，我不愛安尼吼，叫我袂叫我不喜歡啦。搬家公司他不是这样子算，都是好几万的。你搬出公司来讲，就要15000啦，我敢甲你讲啦。谢谢。不过吼，啊，我即马家吼。这个外套怕忘记，等一下。弟弟啊，你的外套啊？哦，对啊。你看这哦，这不是我，你看，这唔知像是你看，喊我嘛，我去买来给你啊。这个我啊，我你去干的啊？啊？哦，有人给他照相，这个是包青菜这样哦。你要把我照进去啦。我这个莫名其妙你用对啊，人甲我翕的啊，啊，甲我讲错去啊，我即摆就咧甲我记着。结果啊，即个就我啊。哦。哎，你个袂歹，你个有翕着。人甲我翕的啦。意思我包青菜了包翕的，甲我翕一下。安尼你原来有来。不好意思哈。袂啦，包青菜。我伫看因安怎啃，我咧看因讲都安怎啃，我咧甲伊讲安怎啃。即个嘛我啊，啊即个嘛我啊。啊有迄条我无看卖，有迄条我无，我做咧买物件。啊即个都压迫啊，啊毋知谁翕的啊。安尼你猜是毋是上来翕的？毋知，这头翕的啊，这翕我还较才惊。这样子哦，你对啊，们这边好可怕哦。他就照这个资料传到公所去啊，他说有人把这个车装出来啊。讲，议员来，工作来讲，我咧放啥啥那不爱翕。我怕你放啥啥不爱翕，啊无我这个当翕的。
对吧？我你迄台原机要送互人的嘛吼，一台？要送实际的嘛吼，一台？没用啊。对啊，如果要轻轻可以拿，对不对？要什么可以拿？在这里有很多回收，如果要可以拿这样的，太太讲太太。那个。这个给我。对，看一看，拿一拿。你在电线供应一条瓦台语，听得懂啊？以后你有收到图啊，还是 CD 什么的给我，你打给我，我会过来跟你收，哦好不好？你这二手的？对，我在那个福和桥下有在卖。哦，你也佛桥。对，卡带也可以哈。好，谢谢你哦。这个在外面，这个如果要可以拿。要看一下，要不要？那个要那个厨具来给这样。哦，哎，再好一个，好一个。可以看一看哪里要可以拿。这亚克力有不？哎。不用叠啊，直接丢飞机好了，不用叠啊。哦。哦，用叠啊，怕剩了。都不用叠啊。好啦，我要互你贵的，我互你退钱啦。天哦，我要互你当退，我把你多只甲我捡啦。对啦，现在这样这样都捡啦，喏。嘿，安尼啦，这种贵价的啦。哦。那个杨青龙帅哥来了。帅哥。你讲的啊，拜是对啊，你有看无？人伊嘛讲拜是。拜过来载。我拜上。给你个时间好你想好了，你要甲我处理啊，要免还我。你这白管他就把带走。你这边还有他就把你处理掉了。哥哥要不要拿个一个一个带回家？我哦，哦。那把这个坚定哈，我这那个乱七八糟。冰箱或者胡说八道的一大堆，那冰箱好。但是我们也是，他很帮忙哎，6万块变成7000块而已，对不对？不会错的，但是他还要跳出。这个要干嘛？这个没有用啊。这个留上它是一样。哎，这个拿过来了，这没有用。脱掉。那就不要了，再买这个，我到有店里，外面买得到了。Nah, jatuhnya malah murah banget teman-teman. Kan pertama nih kalau orang borong itu beresin ini semua itu mintanya 60.000 NT, 30 juta rupiah. Tapi bapak-bapak tadi itu pertama nih minta 5.000, terus karena banyaknya barang beliau minta 7.000. 7.000 itu cuman kisaran 3,5 juta rupiah, termasuknya murah banget. Dan bapaknya termasuknya baik banget. Tapi nggak semua diberesin sih. Maksudnya belakang ini juga nggak yang semua. 哥哥也不要拿这个什么的也不要对对。那个要做什么？那这个搬东西比较那个对对。搬去哪里？搬哥哥脚。去那边比较贵的这个，是吧？吃比较贵。不要。要来。搬回去，我再买一个新的，比这个还便宜。对对，真的，对。Nikahannya Ama ya, pas didandani umur 80 tahunan. Soalnya pas muda itu mau bikin album nggak punya uang. Pas masa tuanya didandanin kayak gini. Tahun 87, 50 tahun pernikahan. Fotonya kayak gini. Nah, seperti ala-ala Japanese Sakura.
Di sini juga ada seperti princess. Ini suami ama. Ini ama. Wis almarhum. Aduh. Nah ini ono ama, cantik masya Allah. Ama berserta suami. Nah, ono fotonya ama. Ini ama pas waktu muda. Didandanin kayak gini mau ya. Seperti ini. Seperti ini. Seperti kayak masih hidup ya. Seperti ini. Ala-ala sakura loh. Cantik banget ya, jelas. Ini mendiang suaminya ama. Ama juga mendiang. Nah. Seperti princess loh, seperti queen. Juga foto ini. Pas muda kayak gini. Buangnya sih.